各位乡亲啊，这一暗木天，佮行到岛仔边，岛顶有一本真旧的古册，册皮旧旧，册一角拢磨去啊。若是一般的人看到，可能连柄都袂想去柄。毋过木天知影，昨暝就是这本册一直叫伊。伊双手轻轻掀开，一页过一页，愈看愈安静，亲像毋是伊咧看册，是册咧看伊。以前看过，无啥物感觉。今暗看，一句一句，拢亲像对心肝讲话，伊的心开始软落来。木天忽然发现，这本古册毋是咧讲别人，原来是咧照出家己真正的样。伊要甲册合起来，毋过手放袂落，愈看愈想看，愈看愈敬畏。外面又是真暗，毋过木天的心内已经有一点点仔光，希望就是安尼开始。这到底是啥物册？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会因为一本册完全改变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